Hello， 各位香港人，大家好啊！我係鄭思律，咁就好多謝咧鍾 Sir 同埋其他嘅伙伴咧，就一齊去推動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。其實唔單止咧係俾資料咁簡單，當然啦，對於研究嘅人員啦、學者嚟講，民意嘅數據咧係直接了解到市民對於社會當中嘅評價，特別係喺我哋而家打壓嘅政治環境底下咧，真實嘅評價咧就更加重要。咁但係同樣重要嘅係，我哋香港人啊，其實係散落咗喺唔同嘅國家，我哋係需要行動去建立一個跨國界、跨地域嘅社群，去重建翻我哋嘅公民社會。咁我哋好簡單嘅做法啦，其實係做份問卷就已經係幫到手咧，去推動香港社群嘅重建，聚焦喺一啲嘅社會議題嗰度，去打破疏離嘅感覺。咁我哋留意翻啦，喺計劃發出嘅問卷咧，就好可能就會去咗一個電郵嘅垃圾郵箱嗰度。咁所以記得咧，就 check 翻係研究計劃定期發布嘅消息，同埋喺 email box 上面咧，係究竟有冇漏收到最新發出嘅一啲調查問卷嘅。咁完成一份問卷咧係好短時間嘅啫，而研究計劃咧亦都承諾保障唔同參與者嘅資訊安全。咁我好希望咧，就大家幫手舉手之勞，去定期去做呢份問卷，就去延續翻我哋以前嘅民意調查嘅成果，去重建強大我哋香港人嘅公共空間。